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种花叫做日日春，这有毒未食哩。台中一个43岁这个乡亲，听信到朋友的偏方，讲食这个用日日春来磨的药粉啊，冲啊来强身。结果食1个月了后发烧，规身躯起痛，佮痛甲神志不清。到病院检查，肝功能的指数飙过正常人的22倍。中医师讲，这日日春规张拢有毒哦。虽然西方有医学专家等咧研究，摕其中的成分来试验抗癌甲抗糖尿病，但是若是规张拢磨做粉来食，都是咧食毒药。种伫路边盆栽有红花、白花，随风摇摆真水。这树叶啊，你若甲挽落来有白黏。这款呢是物，是用伫路边也是公园看会到。日春又叫长春花，夹竹桃科，拔的时候会有汁液，会有乳汁，这个都有毒。日日春有毒，台中一个43岁姓吴的查甫人，听信朋友的偏方，讲食日日春会使强身，想要到食甲中毒。朋友给他2罐那个自己磨的药粉，1罐是日日春，然后他就陆续吃了差不多1个月之后，他就突然出现全身都疼痛，然后发烧，然后肚子这个地方非常的痛。这个姓吴查甫人去病院时已经唔知人啊，一个检查发现讲伊肝功能的指数超过正常值的22倍。医生讲日日春有抗癌的功能，是提炼出来其中一项成分。西方那边有被做一些人体还有动物的抗癌、抗肿瘤的实验，甚至是抗糖尿病的实验，但是这都是单一化合物萃取出来的。可是像这样子，这个案例里面，它是吃整株植物这样子去磨药的话，其实里面还有70几种的生物碱，那这样子是很危险。医生讲，直接食规丛的日日春会伤到肝、腰子、心脏甲骨髓，这影响真大。若想要强身，一定要食合法厂商生产的保健食品，绝对唔通听信偏方，以免袂成强身，就已经成上身。